头下开推上线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内山草地乡镇的经济。故所一条路有按到内山纵贯公路。台湾北部的行人所做价格是顺轮山区来开垦。故所推上线经过的位所，路有许多的客家庄。推上线同行人的产业经济和文化发展有这么亲密关系。谈论经济发展转型，后生人价格使出去，推上线路悄悄落寞的。不过，研究有一批新的岛内移民，许多艺术家、退休人员，许多推上线丰富的客家庄的文化环境。俺们会谈论一群客家庄新出名的脚步，了解伊们木族头度的客家风景。首先，俺们在北台湾行人气息轻度的推上线入口乡镇龙潭，以拜访做西班牙古典吉他的大师朱冲天，谈伊弹吉他，谈伊讲龙潭。推上线总长有400公里，是全台湾第3长的线路，经过49个乡镇，其中16个乡镇3股就有1股国家是客人，所以客人的产业经济还有文化发展，同推上线有鬼亲密关系。你客家人这些漳州的种田呐、做山的呀、做茶叶呐、种树的呀，伊都全部都田地里的山路安样一直行，就那条路行出来，救哎，台山线就出来。最早会开推上线，是为了爱带通各江山、各种下的乡镇的经济，所以人有讲也是内山纵贯公路。不过田地旧产业强强未满铁，几多年也使做为。不过，也下使有一群新出名，因这无相同的理由使入推上线，伫客家庄来落脚。外地人、台北人啦、台中人啦，归路的沿着台山线归路的下来，佢自家有个自家做山啊、做林啊、自家种菜呀，也是做啲工作室，佢都同客家人打作一片。嗰陣時呢，彈定吉他，伊係西班牙國寶級做琴大師羅梅尼奧·羅伊斯唯一有華人血統，有接觸到也叫為演員朱沖天，伊去到美國按月來讀書後，還拿到化工博士學位，喺美國做自信工廠師。唔過伊一定介意做琴，伊講做工廠師係也為條路，韓國做琴係也為使命。大學時候我就到美國去讀書嘛。这个美国大学有选修課程，那選修課程里面呢，就木工里面有就这个做樂器一項的，做樂器這個事情呢，是一個挑戰了，啊，我們人生里面當然就是不斷的尋求很多挑戰的事情。就是每一個的裁量都要非常精準嗎？對。為什麼？你發聲音的話，你要精準的話，它的共鳴才一致啊。偏人知道幾麻煩的事情，伊就知道幾有挑戰。伊講也就是幾有奇妙的色彩。愛做一支西班牙古典吉他，愛200點鐘，對塗塑料都做到準的木工，搭鋪如係關鍵。手工樂器，你必須要做得好的話，那是個態度問題。你必須很專心，而且在每個規格尺寸裡面呢，要做得非常精確。同時，在這個裡面呢，你要把聲音做好的話，這個你要了解很多的知識。你看出來哈，差不多5 mm 的厚度，好，5 mm 的厚度，就是半公分啦。鋼琴我基盤呢量度準，就係用伊啲美國圖書學嘅專業，伊就講比咧洗手菜如何製作到來，才會有準的音，唔是講塗塑料沒愛鬼功夫。這一塊哈，馬拿加斯加來的，啊，馬拿加斯加來的這個螺絲就是瓷彈的。按你嘅用心，最大嘅成就就係有了解5個人，有共鳴啊，對，人家能了解你這個做的樂器的內涵在什麼地方啊？自己做的，在那個這個唱片，然後有一大張那個 Hauser 有沒有？有。不 Hauser 對不對？好 ，Hauser 1972，對，我就按照他那個裁剪法做的嘛。很花工哎。
伫采访祖冲梯嘅日，强用国家以古典吉他的音乐的教师罗文书，拄好也去也为工作室来刺激。声音一定要够甜，会一定会那种共鸣，哇这种。 会声音就出来，你听的就是比较舒服。那一般琴不好的琴，你可能听到声音是这样声音就会差很多。头一摆弹吉他就隔壁都讲唔得，弹吉他有20-30年的罗教授就讲，有一支好的吉他对伊的音乐人来讲是真蛮重要的。是工具嘛，你要阐释你音乐的工具够好的话，当然事半功倍嘛。工具不好的话，事倍功半嘛。 所以说，弹吉他的人就每个人都希望找到他一把他梦寐以求的。爱买到祖冲梯作为吉他，其实无咁简单哦。伊讲做一支琴，伊袂超5公斤，係真蛮好精神。做得讲係拿命来玩的，所以就算几多年想爱同伊买琴，伊还係袂同意。但是，一把好吉他落在一个不是爱琴的手上，不是很冤枉吗？ 在这个情况下面，有时候，比方说博物馆来订哈，大概是订不到了，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吉他这进博物馆，这个乐器你晓得摆久了好像睡着了，声音不出来了，再把它唤醒很困难的。轻轻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让句子发挥它的锋利度就好了。 味道爱讲按好的声音，按好的琴留伫台湾，也下祖冲梯出体弹琴、做琴，伊要教你用来做，韩国伊的教学方式是真慢真好。以前没有做过木工嘛，拿起锯起来就猛干跟狂锯这样子。那犯了很多错的时候，想说奇怪，为什么都锯不好？为什么老师锯得这么轻松？那开始想老师讲的话，原来是我手拉下去的时候，锯子本来就有锋利度，我要顺着锯子的锋利度。 要去顺它，而不是去抗拒它。本地淡水开做琴工作室的祖冲梯，3年前唔拄好去到客家庄，伊就发现也同意伫美国迄个环境过惨，所以决定伫亚达贝来买屋嘅。接触这边的人，我觉得很友善哦。那也是个机缘，有个房子在这里，我就买下来了，我就把工作室从淡水搬过来。 就会印证国家以亚达贝嘅风土民情。2014年将正式驶到台三线去迄个祖冲梯就讲，伊无听错会一直留伫台湾。唯一靠天的係，也下龙潭係熱知道，係起來一定痛快嘅素材。